另外来看两站民间的车祸，这是国道3号就北苗栗大山的路段，伫昨暝发生一台载牛奶的连接车，那像因为无去注意到头前的状况，结果去弄到外车道这吊车的车辆，了后呢，规台连接车就安尼并入高速公路。另外呢，伫台中市的东区受乌多摆冲红灯，结果伫路口去弄到要倒弯的轿车，两站车祸是拢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也那详细的原因还佫需要调查。 消防人员大声喊请求支援，旧年阿爸线过涂骹，车祸现场如苍苍。国道车3上北124.3公里，苗栗大山路段7:3010点外发生重大车祸。26岁姓杨的查某人驾驶的轿车因为故障停伫外线道，35岁姓林的查某人载牛奶的连接车，好亲像无注意到头前的状况，会到姓杨查某人轿车了后，并伫外线护栏的山坪。小货车的驾驶自行脱困。 那另外就是大车的驾驶受困在驾驶座内，那我们使用破坏器材让驾驶脱困。姓杨查某人的轿车倒半边差不多全毁，互人弄到的时阵，人伫车内还未落车坑，经过飘至，好甲载家己脱困，头有小可切破皮。姓林查某人变车了后，掉伫驾驶座内，消防队使用破坏器材协助伊脱困，送医急救也是救无倒来。现场伫11，我要透早3点排毒。本起事故造成杨男头部撕裂伤。 林男伤重不治死亡，双方酒测值均为0，现场于37分排除，后续由本大队后龙分队依规定处理。台中县发生死亡车祸，汽车经过东区汉溪西路甲十架路口，伫黄灯倒起来时阵倒弯，对向一台骑机车弄红灯直接去弄着。18岁骑机车的人姓陈的查某人当场喷出去。11半暝1点，这个车祸造成1死1伤。陈男伤重，送往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急救仍不治死亡。张女脚部轻伤，经查张女无饮酒，相关肇事因素仍待进一步的分析研判。 28岁姓张的查某人脚轻伤，手切大失灵，汽车正面前脸破去，车身有明显扣掉。姓陈的查某人重伤送医救无倒来，所坐的机车车壳破去，椅子嘛分开，车厢内物件四散。警方表示，详细调查原因也有待鉴定。记者采访报道。 大学分科测验今仔日起告是拢总有39000多人来考试。今仔日是来考物理、化学、数学甲也有生物。其中物理考试有7%多的人无来考试，这数字呢是比去年还佫较侪。另外，针对着这苗栗有一间学校报唔到考试的科目，大考中心是强调讲，未有其他补救的方案。 今年变大学理想志愿的最后机会，分科测验伫全国20个科区甲40个分科开始。第一个科目是物理、化学、数学甲生物，全科学生拢是自然组的考生。就是写近5年的考题啊。我是考3科，数学、物理跟化学，然后大概是要想填理组的科系。申请我是有上北医学系，但是就想要再试试看这样子。 想拼台大，对。先开始物理科1.1万人选考，不过缺考率7.18%，比去年5.96%较侪一丝。大考中心表示，3个考生有状况，可用备用试场。协助审题高中老师是指出，试题主要包含电子学、力学甲近代物理，题组结合时事甲半导体产业、电机摩打、脚踏车、大动的系统，用于生活情境甲现代科技。着重 学科的核心基本概念，没有繁琐的名词及复杂的物理计算。对媒体问到苗栗一间私立中学13学生因为学校行政疏失，报唔到科目甚受补救方案，大考中心强调没有其他方案。对学生团体 ATU 建议应用学测成绩换替代。大考中心主任张新晴回应是用转换按过2个考试科目不同。114的分科测验 是按照114的简章来办理，好，不会有其他方案。最主要是要看大学端校系在考试入学管道它所采集的考科。张新人讲，也是看大学后期伫考试就好管道采集考科，考试甲分发是无共款单位来负责，无法度建议考生安怎三下志愿。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这新竹宝泡沫高仔园游乐区呢，伫2001年的时阵，因为风台破坏，所以到今已经停业20多冬的时间啊。也毋过最近煞有人发现讲，这园区内底是有放大量的营建的废弃物。经过调查，结果发现讲，这是地主甲业者斗空讲好势，要来赚黑心钱，目前已经赚到2500多万啊。这地检署是来起诉地主等12个人，也建议法院甲地主判2冬6个月的有期徒刑。刷车甲大量的废弃物倒伫山坡底，还有怪手伫边仔斗3工，对天顶看落去，哪像粪扫山，有大量的营建废弃物放甲地底。这是新竹的宝泡沫游乐区，经过真出名，后来受到风台影响，停业到今已经超过20多冬，想不到即马变做非法倒废土的所在。新竹县政府呢，在109年已经成立了检警环农工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发现有任何的山坡地开发或者是非法弃置的行为的时候呢，我们会立刻联合相关的单位到现场来稽查。那这次的案件是透过这个平台呢，顺利的把这个违法的案件移给我们的新竹地检署来做个侦办。经过新竹地检署甲环保局调查，查出原来是地主甲非法业者用一车3000到9000块的价销，甲营建废弃物对北部地区运来接倒，甚至北地短短3工就偷倒32车。依废弃物清理法等规定，向法院提起公诉，并依法请求没收相关被告不法所得及运输工具。另外，就罗姓地主部分，请求法院从重量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以上。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的部分，我们是可以依次来做一个6到30万的一个裁罚。那在涉及刑法的部分，也可能有1到5年的一个刑期。环保局提醒，偷倒废弃物若会破坏环境，该面对1年到5年有期徒刑，呼吁千万唔当做违法的代志。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今仔日透早是到真大阵的雷公雨，伫8点钟内，这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141毫米，这是创下今年以来高一日上悬的纪录。包括着金沙镇、甲金湖镇等等地区，拢因为这水消透袂离，所以出现淹水的状况。金门的街仔路有部分地区呢，拢是因为淹水看袂到这路面，无论是奥多拜也是汽车，敢若会当撩水通过。就连这田园嘛是淹甲若像一座湖共款。另外，嘛有牛去掉伫咧水里。目前呢，民众是除了赶紧来摒扫，这现场嘛来出动抽水机，希望会当量早来解决淹水的状况。讲到这天气来看，中央气象署是表示讲，今仔日伫西部地区呢，也是会落这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尤其是南部这雨可能会落较粗。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各地降雨几率偏高，特别是整个西半部地区到东南部，都还是有短暂阵雨，甚至是雷雨的出现，尤其是南部地区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在明后2天呢，预估是高压逐渐的增强，所以天气上各地会转为多云到晴，午后是在局部会有一些短暂雷阵雨。气象署是有计讲，今仔日暗时开始，这水汽会变少，所以雨也会转和。拜6礼拜这2天，这水汽嘛是偏少的，所以各地呢会愈来愈烧热。也毋过后礼拜一开始，这水汽变济，又搁要变天啊。再来关心这丹那市10月级的强阵风呢，是互台南市超过20万户停电，到今也有2万多户这电视也未来。咱的总统赖清德下晡是去到沿海的七股甲将军等等地区来勘灾。另外，伫台南麻豆的地王府，明仔载是王爷的圣诞，所以即马规个庙这工课煞因为风台去甲牵着。也若伫咸水的环雅里，这实际停电的户数呢是甲官方无相共，互在地拢真怨叹。规间庙暗暝某拍开庙门，叫一寡光通看到众神佛。这是台南麻豆海埔地王府，旧历6月18地王爷生，这回风台甲沿海地区吞落甲真严重。即阵到今第6天，电也未恢复，含水嘛停，实在足艰苦。天书号庙方人员头壳摸咧烧，规个庙宇嘛牵着。透早游玩有信众甲神尊请倒来遮要祝寿。办这平安福宴啦，即摆目前无水无电，佮足济的工课拢也无多人进行啦。宴席已经人客订落去啊，嘛无多人摕，嘛无多人联络，因为这也无网络通讯网络全部都没有。我们这里好像是那个孤岛一样，就困在这里，因为我们是在斜甲跟麻豆的中间，麻豆不管，
学者也不管。我甚至怀疑我们是不是次等又次等的公民。已经将近要一礼拜，台南沿海地区超过10区以上停班停课，在地居民怨叹当时才通恢复正常生活。目前台南还有2万多户电也未来，其中对台电系统来看，咸水区的番雅里还有12户咧抢修，不离个实际到现场看，民众煞讲规庄头100多户拢无电，即阵才乡亲干那挖靠民间厂商提供的充电设备来过日。这拢做嘛有差了200-300户的啦，超过200-300户就对啦，拢即摆佫无电了，拢无电，规个番雅里真拢无电。系啊，要也送讲，我咧讲的啊，即届政府啦，拢袂派官学来人关心讲啊，阮有人食无？有物资未来，还是讲？拢无物件来啊？系啊，真正拢无啊。市府讲，即阵已经全力咧抢修当中，另外在后补助申请已经开放啊。受灾户伫8月15之前，通向在地区公所提出申请。为了加速流程，台南市市长已经甲各区公所讲，补助原则就是紧佮简单。公务单位经完成审查，甲补助金送去户灾民。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这高雄地区嘛是同款受到风台影响，目前统计这农损已经超过9800多万啊。这西瓜、美浓瓜、叶仔菜，也佮有香蕉等等呢，拢有受到损害。就连这高雄燕巢的芭乐，嘛有要400公顷拢乌有去。即马农业局已经争取到第3波的现金救助，10公顷会当80万块，对今仔日开始开放申请。趁着透早雨较人芳，燕巢农会集会中心，线线有农民赶紧送芭乐来交货。不过交货量明显减少，而且批3摆，品质无够，风拍掉的量也变多。农民讲，去年去互山道里扫了了，真无简单，等9个月，当要大出尔，佮拄着风台来乱，大家损失拢超过4成。万你一样客机啊，佮万做价啦，你无能佮来包落啦。啊，大个个哦，即摆最近就昨落雨，就规工拢无停啊。后壁算一个愈侪。芭乐耕作面积大概伫迄个1200公顷，那因为即回风台拄啊好拄着阮目前伫大盛产的时间吼，啊目前看起来差不多损失的部分大概占伫个30%。农民讲风真正伤大，咱来到园里甲看，风台前就先加强固定的芭乐桩，油源是渗倒去，土卡四界嘛拢是落果。农业局讲，到7月为止，高雄的农损已经超过9800万，进前已经有2波农损申报，现在第3波加入芭乐，对10月开始受理申请，以及第3波今天开始受理的芭乐、木瓜、改良种芒果以及农蔬菜，以上呢总共有10个品项的秀助。本次高雄的农损呢，目前最严重的是芭乐跟香蕉。芭乐主要因为有部分地区受到强风的影响，出现了倒伏的情况。但是呢，普遍各个产区呢，也因为风的影响，造成了果实的压差伤。农会讲，即阵调伫装顶的嘛无一定有通收，大概佫1礼拜才会当看出好歹。后续损长的状况可能会佫继续增加。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场报道。在风台过了连续过6天的大雨后，云林古坑的草岭村是出现积水湖。即马这内底的水呢是直直安尼溢出来，积水湖的水位即马已经降2-3公尺。也那第4河川分署是表示讲，即马呢这清水溪压力已经无遐大，警戒解除，请民众着爱安心。本来阻碍清水溪河道形成的古坑崩山湖，因为落雨水流冲击，还有土石一直冲入崩山湖的水流出来，即马清水溪河道有较稳定，风险降低已经解除警戒。涉湖的水位已经大幅的下降23公尺。坝体中段也经水流的一个下切，形成顶宽约72公尺的畅通流路，蓄水量也由原来的2245万立方公尺大幅减少到420万立方公尺，已经恢复河道的通洪能力，请民众安心。古坑乡草岭村的村长陈炳通讲，这个崩山湖初步因为土石崩来形成，最高尾暗6点左右，有人通报讲水溢流出来，河水草桥水位一直涨起来，赶紧封桥，即马水位已经降来。水有较大，目前请大家放心，已经水的迄个慢慢消退去。希望说它水量不要一次太多，造成河道太快速的高涨，所以希望它慢慢的可以溢流，然后让那个堤坝自然溃掉。第4河川分署讲，会继续监控清水溪的水位，并且用无人机对地顶监测坝体稳定的状况，加回水的范围。因为坝体有继续水流出来情形，若是有状况，会通报相关单位配合应用。也希望民众离河道较远的注意家己安全。
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华这个拜二落大水后，各地嘛有真侪浸水的家区甲大型的粪扫等要拼。其中这饮水灾情正严重的鹿港，这清洁队嘛来加开清运的班次，希望会当量早恢复环境。居民甲浸着水的家具粪扫集中，等清洁队员来收。鹿港电产园里因为地势较低，拜二做大水的时，遮嘛因加盖严重，居民这两日无用拼环境，清洁队嘛加派人员收粪扫。粪扫即马开始咧清运，因为拢浸着水吼。啊，后一步可能就是讲，咱为着咱环境，大家安尽量家中粪扫就紧提出来。鹿港镇清洁队表示，昨开放伫网络注文清运浸着水的家具，到拜五顶部已经有100位民众登记。再等来回收场的大型家具，嘛随破碎处理机器无停过。浸着水大型家具的回收量，甲普通时的家具回收比加3倍多，一般粪扫量嘛加40吨。这2天家具清的量阮家昨就15吨啊，最近登记的已经破100件了。粪扫咱原本拢头60吨啊，昨来讲99吨，也要将近100吨安尼。阮这几天因为家具较多啦，所以阮拜六有加班，派人出去收。尽量甲大家迄饮水的家具紧清完安尼。中华这岛的大水河饮水灾情严重，除了鹿港镇、福兴乡、埔心乡、员林市等乡镇市嘛，拢有提供免费浸着水的家具清运。环保局嘛提醒民众有饮水的所在，爱特别注意环境卫生，做好消毒工作。若有积水的器具，一定爱摒清气，避免天高热累鼻子疫情。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另外来看这嘉义丹那市风台造成的灾情，即卖呢有一寡乡镇这水电是拢也未来，为着要来照顾这当地灾民，受民间团体调工去找岛址，来到嘉义县的义德乡来替人煮食送便当。毛国官是去到鹿草乡设备洗身躯的所在，互人一个方便，希望会当帮助在地度过这个难关。拄煮起来个小小的饭，第二去便当客内底，外口的岛址嘛无用咧出菜。就把有志工专工来到嘉义县的义德乡，为昨暗初10开始，要替厝内个停水停电的灾民准备2天的便当。一天就是要1万颗便当，那也就是因为脸书的号召，有人分享，才会有这么多上百位的无偿志工、自发性志工前来要支援、要帮忙。就是有人发起说有这个活动啊，所以说我们平常都有做疫情的活动，对，都全程都有需要的地方我们都会去。除了饭堂的照顾以外，嘉义后备指挥部嘛去到嘉义县的鹿草乡，运用因军方的装备设置临时洗身躯的所在，希望提供予停水停电的乡亲会当来使用。里面的设备呢由国军来处理里面大概可以有12个卫浴的空间，那可以提供我们居民那加上我们自来水公司跟消防队这个消防栓的水源，可以让他们暂时有这个水源可以来沐浴使用。水就是可能只有外面那种水。是可以有微量的水，但是如果就是要水塔的话，我们水塔就是因为没有电，所以水塔也抽不上去，我们是没有办法正常沐浴的状况。台南市风台风雨对嘉义地区带来真侪损失，停电停水的状况拖着复原的工课，嘛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在艰苦的环境当中，一粒小小的便当，或者是一个通洗身躯、洗烧水的所在，拢让灾民感受到台湾各地的善良甲热情。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汉光41号演习今仔日早起是伫个桃园来展开临战的训练，模拟中国攻击后勤的补给，也有反制。除了射击、通信的抢修以外，有救护等等，透过实战的训练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空袭警报直弹，模拟桃园去有解放军攻击，陆军206的战机连随赶去阵地。外口的雨真大，不过高调员大家是真注心，甲穿裁好，准备攻击。现场规个是用棚棚，透过音响放枪声，营造交战的情景。高调员互相暗号，持续向前行。过程当中嘛演练调员调情倒落，村的调员协助患者脱离战场，用指挥大赶紧来指挥，等待救援。后边的部队随派人跟冷桥，顺利把人救出来，完成正常的救护。在往后送的时候，你也要实施出枪的瞄准，以防后方的敌情，会对你造成伤害。汉光41号的演习进入第3天，这嘛是陆军206旅规个旅教调的第7天，持续展开临战的训练。11进行连战到9连的组合训练，模拟解放军攻击国军的后勤补给单位，
后备部队反击，演练战术的动作，通讯抢修、正常救护。训练的内容是真杂百，嘛写真侪民众来看。早上有收到消息说有可能会放炮，会有很大声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柳旗里面，所以我想说过来看一下，顺便帮我们国军加油。陆军2栋6旅首度实施全旅教招，动员了近3000人，要透过14天的新制教招，快速的恢复战力。今年汉光演习，后备部队的训练是演习的重点。陆军206旅全力的教调，报道的比率有达98%。战争一定会面临到伤损，那当下的抢救都是第一时间，因为要把握黄金时间，我们一定在最快的时间做好一个止血的动作。不管是单兵的所用的枪械，还是说通讯器材，其实都是后备部队最基本的一些战具啦。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真实演练哦，让国人知道说，其实后备部队其实它也有一定战力，我觉得这样效果是不错的。专家分析，这个教调结合汉光演习，比较双臂部队加强下定前的训练，嘛透过模拟情境，提升调管的应变能力。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来减少儿童虐待的事件，这卫福部是表示讲会加速来评估规划设立儿少保护的专职单位。有民间团体是建议讲应该爱来成立儿少部，统一宽职并专门的预算，安尼较有保障。今时去卫兵看到有日航职员拖囡仔甚至诱拐婴仔，互囡仔跋倒。民知影出这个案件发生在高雄市高山，到一无偌久，这职员无交保原资格，有日航顶一摆并监是113年，迄时阵全部通过，即马发生虐待。民团指出，儿少保护宽职性分散，较有空旁。孩子预算散在各部会的结果是每个部会都有做，都做一点点，然后都没到位，这是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建议整合内阁府、后称省所管的儿童家庭有关的单位。专家指出，日本政府为2007年的后生性建设儿童家庭厅，因为儿少成长在人生当中真关键，爱投资资源，呼吁咱能成立专职单位，儿少部整合原本散落伫跨部会业务，各专门有选优势，应直接要求互儿少，按过学者认为，少数化甲家庭功能弱化，不是成立部会应该管。我不是主张扩编，我是主张说你有没有这个心来面对这个问题，有的话再成立的专职的单位，它才有意义。比如说人身安全，比如说儿童的权益发展。那么目前在部里头有不同的私塾在主责，那我想这些私塾里面都各自就法令跟行政的程序来做这样一个推展。卫福部回应对民团倡议专职单位成立，会将意见带登研究。行政院卫福部已经启动评估设立儿少保护专职单位，具体层级爱个参详。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环境部的资料，这噪音已经连续5档是排民众陈情案的头名。有民间团体表示讲，这噪音呢是会造成失智、袂生，甚至是心理健康的问题。也毋过，咱的政府已经10多档拢无增加这监测的设备，也有修订标准，所以呼吁政府爱重视噪音的问题。平常时啊，行伫街仔路，耳旁边不时拢会传来汽车的引领声和喇叭声，有时甚至佫有工地起出的噪音。有研究显示，这个噪音有可能影响到健康。为着抓噪音，政府有伫一寡所在推出噪音摄像机，超过标准会开罚单。也毋过民间团体表示，环境部已经10多年无正式交通的噪音监测站，自民国85年制定的环境音量标准嘛拢无修订。噪音虽然是透过耳腔，但是也透过耳腔影响咱的大脑，会造成咱的身心疾病。咱的身体、脑心肺啦、脑部啦、心脏啦、肺部啦，迄种会糖尿病、失智、忧郁、自杀、睡眠障碍。民间团体进一步指出，噪音除了造成身心健康的问题，嘛有可能影响台湾的生产力。根据研究表示，噪音唔但造成医疗人员的肾豆豆，影响医疗的品质，甚至有可能提高女性未生的风险。包括我们那个怀孕的时候一些并发症，像高血压啦、妊娠毒血症啦、胎儿生长迟缓啦、早产，这些都早就被证实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也很早就知道，胎儿其实在20周以前，他的发育其实就有听觉。针对噪音影响健康的问题，医学团体和民间团体共同呼吁，希望政府会使将噪音监测的时间调整做24小时，可以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修订目前的噪音标准，让民众莫去生活在噪音污染的环境。记者桂宗林、谢桂林台北报道。
在歇热期间，真侪人拢会出门去佚佗。阳明观光署呢，嘛来公布上新的旅行社的黑名单。这当中是有4间业者，常常因为这财务出状况，也是讲坐改的机票甲人跳票，甚至是黑白甲旅客退费等等的问题，互观光署甲要求要停业3个月。歇热期间，真侪民众会想要出门佚佗，不过若是要选旅行社，就要注意。观光署公告4间旅行社黑名单，互政府要求停业3个月。这4间拢是财务出状况，坐改机票跳票，黑白甲旅客退费问题真多，害消费者的权益受到影响。当我们发现他的营运状况有问题，特别是当他的信用状况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要求他先停业。这4间分别是台北市中山区信源旅行社、台北市松山区丰联旅行社、台北市中山区万和国际旅行社和澎湖县马公市商店旅行社。现在，阮就伫其中一间，互人列做黑名单的丰联旅行社，会当看到上班时间到啊，毋过因的铁门煞是溜落的，因为伫咧今年6月份开始，因就互人立定停业3个月。蛮会担心就是遇到诈骗，所以说就是旅行社的话，可能会找比较大间的吧，会比较安心。就是看评论，还要直接到他们旅行社问说他们的行程怎样。如果我们都喜欢的话，我们才会决定。像这个跳票是已经是风险很高了，但是网络上也是可以看看说那个客人对他的评价好不好，然后有没有那个一些纠纷。观光系教授提醒，选旅行社一定要先去网站看评论，并且会当就观光署的网站顶面拢有列出予政府点名的旅行社黑名单。另外，若是旅游权益拄到问题，会当找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申诉，莫互家己权益受影响。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即马立法院当咧处理行政院会通过的4100亿特别条例的草案，有风声讲，这国民党呢要来调整版本，除了支持4100亿以外，阁要增加普发现金1万块所需要的2300亿。上紧今仔日下晡就会伫立法院会来通过。因应美国对电关税，行政议会4月底通过4100亿特别条例草案，立法院当地处理，传出国民党按算调整版本，除了支持行政院提出的4100亿，国家普发全民现金1万所需要2300亿，上紧20日立法院会通过，暗过行政院回应，若是另外阁增加2300亿。可能政府爱负责，透过举债来普发现金的话，会对政府的财政造成更大的困难。那么也有可能，如果大量举债的话，可能会造成通膨等等的影响。所以这个部分，立法院真的需要审慎评估。发现金的话，这个还要举债，相关的行政单位找各党团，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认为2个切开来处理，优先处理已经有共识的4100亿。4100亿包含半部台电1000亿，也加1500亿国土安全论性。不过南北拢反对半部台电，马化绝对支持强化国土论性。不过希望会当另外编的预算，安尼就会当普发现金。韧性那一部分啊，1500亿啊，我支持。但是呢，它可以编特别预算，这2块挪出来，我们的这个普发现金1万。那就有了，普发6000块钱，然后不拨补台电的这个1000亿，另外把1500亿的安全韧性这个计划回到年度预算，根本就不需要举债。行政院表示，台电在俄乌战争期间配合政府的政策，造成超过4000亿累积亏损，希望拨补1000亿的资金，稳健台电的财务体制，也加稳定电价。4100亿特别条例加普发现金，又果会伫立法院引起攻防。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先来看，这罗西亚前一天才派700多架的无人机去攻击乌克兰，今仔日又搁再派400多架的无人机来射18粒飞弹，一直咧帮乌克兰的首都，也就是基辅。这专家是来分析讲，罗西亚即马战术是当咧改变，主要就是要互乌克兰的士气大大减少。拄则发动俄乌战争3年半以来上大规模的728台无人机攻击，俄军吹集共出动400台无人机，也个包括8粒弹道、6粒巡翼等18粒飞弹，集中火力攻击基辅。因为这几波攻击的强度比以前拢更加强，基辅有上千位民众规个火啊走入去地铁站避空袭。Все, що у вас є, це рюкзак, телефон, зимнє пальто і все. Це все ваше життя зараз. Слава Богу, якщо в мене є ще батьки, і я можу кудись піти. А є люди, кого нікого немає взагалі. І це
随着被这波攻击造成几乎至少5个驻地区捣毁，真侪人无家可归。战争已经拍3年半，乌克兰人也是展现正强的韧性。Пішла в холодний душ, випила 2 кави, посиділа, подумала, зрозуміла, що поки змінити нічого не вийде, і пішла на роботу. 除了加强火力攻击基辅，俄国有其他动作。乌克兰经理部就发布一段监视器画面，有一个乌克兰安全局的高级官员，随着伫光天白日和枪手攻击死亡。CNN 分析，俄军这个月来正伫咧改变伊的战术，开始集中针对一个城市，以多种武器、无共关度甲方向的多战术攻击，密集的轰炸。像这几天的基辅甲西部的卢斯克，另外伫俄乌之间的1000公里前线，俄军也超工针对乌克兰兵力较无够的地区进行攻击。自美国总统川普讲要提供乌克兰国家级武器了，另外无讲名的美国官员甲美联社讲，美国已经恢复部分的武器供应，包括155公里炮弹，甲互人叫做 GMLRS 的精准导引火箭。川普也甲媒体讲，美国将会透过北约甲武器运送去乌克兰，而且运送武器的费用由北约100%出。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美国搁再来公布第3波关税的名单，其中这加拿大是扣到35%。另外，针对这台湾到单要被放榜，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讲，东南亚国家有可能会有更较好的关税的税率。咱的行政院表示讲，会以国家甲产业利益做大先，来维护咱台湾人的健康，也有粮食的安全。美国总统川普伫咧当地时间30国公布第3波对顶关税，宣布自8月初一开始，对加拿大扣35%的税率。台湾是一直拢无伫咧公布名单内面。10月台股开价22602点，盘中北行悬到22758点，量缩小幅度震动。新台币兑换美金开盘29.27，盘中是有到29.214，市场拢伫咧观望。不过，随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去吉隆坡参加东协外长峰会，这么传来好消息。These engagements are very important to us,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tay very committed because this, as I said to all of our partners, that this notion or idea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ever be distracted by the Indo-Pacific or even Southeast Asia is impossible. 根据这么公布的税率，亚洲南边的国家包括日本、南韩，拢是25%；附近的东南亚国家，像马来西亚本来是25%，柬埔寨、泰国36%，总共公布23个国家。因那台湾这部分，自美国代表吴大雷甲外国媒体讲，台湾的贸易谈判将会导向有成效、多产的贸易、投资甲科技合作，并且防止中国摕到高端的科技。比如说台湾是32嘛，要得到比较理想的结果的话，看起来是要做比较高的让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说呢，川普的基本就是10% 嘛，也看看别人的关税是多少。台湾不在这2波的名单哈，搞不好是可以解读为就是说谈得算顺利，要用所谓卡关哈这样子来界定目前的情况的话哈，那就有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行政院长在之前有谈到，就是说不会放弃敏感的工业跟农业产品。学界拢推测，台美谈判卡关可能是调伫咧美猪、美牛进口的限制。有媒体报道，农业部、防疫署等相关单位伫最近有一直开会，伫咧研究来自用数值是毋是要比较国际标准。另外，行政院经贸办是讲，台美双方依然继续伫咧磋商沟通，强调谈判团队是以维护国家甲产业的利益、国民健康甲粮食安全做核心，典型的甲美国方面谈判。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好，咱的谈判团队呢，到当时还搁伫咧美国咧敲切。驻美代表朱大雷表示讲，咱台湾伫咧科技产业也是讲这 AI 发展的方面，甲美国是正好的友伴。若准讲这台美会当有较密切的经贸合作，安尼嘛会当防止中国摕到先进的技术。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进前带谈判团队，搁再去华府推扫台美关税谈判。咱驻美代表朱大雷切接受川普经幕僚经白宫首席策略长巴隆访问的時陣，表達正面的態度。As a result of these trade talks, will result in a very fruitful and very productiv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in terms of trade, in terms of investments, in terms of tech collaboration. Also important in terms of export controls.
朱大雷表示，台湾伫科技产业甲 AI 发展是美国完美的优伴，台美有更较侪经贸合作，也当防止中国得到高科技。朱大雷搁再讲，台湾生产全球超过9成高阶晶片，若是台海发生冲突，会造成严重后果。面临中国武力威胁，台湾会持续强化自我的防卫力量。If we count NATO standards in terms of how they procure their defense budget, we actually already around 5% of our budget. We're probably spending 3.5 already in our defense and 1.5 in terms of infrastructure or resiliency. 不过，美国智库国防重点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建议全部撤离美军在台训练人员，以免互人认为伫挑战。不过，华府老牌智库 CSIS 国防安全高级顾问坎西恩伊讲，防卫台湾对于美国国防部的优先顺序真悬，美国政府真无可能减少驻台美军的数量。这种论述其实象征着美国内部不同的思考，我们还是值得注意的。那这样的观点就是在华府之间其实不是主流的意见。另外，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去年真正出现伫咱东部海峡的中国科研船向永安6号顶船只，也当时伫关岛海峡出现，研判是伫收集相关的海床资讯做军事用途。军事专家苏志芬认为，中共以科学调查的名义，不过实际上是伫做战场经营，咱方应该谨慎思考反制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即摆咱看到美国对8月初一开始要甲巴西扣到50%的关税，有专家是认为讲，对巴西进口去美国的柳丁，也阁有这加边的这把面是拢会起价的。那巴西总统卢拉是表示讲，会先来谈判，若准到尾又是超袂好势，安尼是会甲美国扣到50%的关税。若是美国总统川普坚持要对巴西扣50%的关税，美国的加币柳丁节的计价可能会大起。美国有1/3的加币加一半的柳丁节是对巴西进口。专家讲，进口关税将会阻止巴西加币卖予上大的人去美国。美国防备厂商加巴西出口商拢会挡袂牢。E brasileiros irão ter que pagar mais caro pelos produtos e de alguma forma isso tem um efeito nefasto para as duas economias. 巴西是世界上上大的咖啡加柳丁汁生产国，也因为伊的气候加土壤正适合种甘蔗，所以巴西也是全世界上大糖的生产加出口国。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虽然美国对巴西有74亿美金的贸易顺差，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吹到拜三，希望将巴西进口关税自10%提悬到50%，8月初一开始生效。根据巴西咖啡出口商委员会资料，美国是全世界上大咖啡饮料消费国。巴西伫2024年出口去美国的咖啡，一地60公斤的总共814万地，比2023年增加超过30%。因过关税调悬了，巴西出口商可能挡袂牢，出口量会变少。Até o dia 1º de agosto, muita coisa pode acontecer. Então é bastante provável que a diplomacia de ambos os lados comecem a conversar. 川普伫咧和巴西关税批函内面威胁巴西将随停止对前总统波索纳罗进行审判的任务行动。巴西总统卢拉讲，美国单方面调悬关税无公平。Será colocado em prática. Se ele vai cobrar 50 de nós, nós vamos cobrar 50 dele. 美国本土生产的咖啡无多，柳丁也因为柳丁树破边产量减少，这两项产品拢是靠进口伫咧供应。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关心国内这屏东是连续落几啊天的大雨，是造成高树乡新丰村的山区这溪水涨悬，发生水崩山的灾情，而且主要的道路拢是路埋，这居民所种的菜色嘛拢互因引起。即马村长呢是赶紧派怪手来恶好清气，互民众会使方便出入。大量的土石对山顶冲落来，路面规个拢是土石，完全无法度行。阮熟种的菜色嘛拢淹去，这是屏东高树乡新丰村，昨中昼过后的大雨，溪水袂赴排出去，着规个淹到对外连接的马路，嘛造成新丰村当地居民一度无法度返去厝。怪手几啊台，甲溪水内底的土石清掉，村长要互村民赶紧会使出入。这淹到安尼，就是因为水源头的大顶水墙土石崩去，致使溪水互土石塌的，雨水就淹到道路。有居民讲，好佳在积水有较退啊，昨一只恐怖，拍算物件收拾就要走啊。不到5分钟，就大量的那个黄沙跟漂流木就一起下来了，然后整条大马路都变成大排水沟，很害怕，想说
糟糕了，又重蹈覆辙了，去年的情形又要开始了。那从大金瀑布下来，那个土石全部都下来之后，整那个太和路路面全部都土石，车辆人都不能过啊。最可怕的就是土石流。屏东县长周春美结束北澳参访的行程，回国了后，昨暝嘛到马家乡的收容所慰问安迪的部落居民。县政府统计，暗时10点左右，山猪毛、来义、西亚乡等总共撤离481名民众，370位医亲，111人接受安置。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来看即马这台东大雨是有落较离，伫个火烧岛甲红头树呢，这环岛公路是陆续来清土石。也毋过伫个大雨过了，这台东县的议员是烦恼这菜的起价，尤其这离岛的菜呢，拢比本岛阁价几啊倍，原因就是这船的运费，所以即马希望县政府会当出面来处理。南树乡初9甲初10的大水河，造成环岛公路淹水，也甲发生土石流的情形。南树乡公所这2天来抢修，目前豆会当通车。毋过，伫大雨过了后，菜价可能会起，尤其是离岛、台东县议会临时会有议员就质询，平常时离岛的菜价都因为用船运来，单价已经比本岛贵。即马丹那斯风台，还有大水雨过了后，菜价传出要搁起，咱属乡民有超过一半无经济来源，要求县政府爱想办法平稳菜价。有些时候我们办颗高丽菜要买200多块，对于乡亲来讲，我已经没有收入了，我还要买过高的单价的。蔬果来维持整个家庭的3餐。县政府表示，已经运用离岛基金补贴运费，平稳离岛的物价。不过，因为南树乡当年公开招标，厂商会考虑运输的路程，参加厂商无偌济，到尾得标金额较低，所以这项平稳物价效果比较无理想。第一个，那厂商的限制；第二个是旅途上的一个比较长程，所以在执行上面。这几年在兰屿部分，我们是有更多的一个关注在。县政府讲，会阁协助南树乡执行平稳物价措施。另外，台东地区农会伫离岛有些超市，蔬菜、水果的物价甲本岛差不多。这几工已经整理好蔬果，包装好，放伫冰库，天后船开就会陆续送到离岛。记者采访报道。和平电力公司打算要伫电厂的北边来推动海洋温差发电的计划，是要来设3公里长的送电的电缆线。这开发单位表示讲，利用海洋的温差来发电是较袂受到天气的影响。也毋过，这当地人是真烦恼讲，这对环境会带来愈大的冲击。海洋盐发电，和平电力公司打算伫和平电厂北边设装置容量6.4千瓦的海洋温差发电机组，设3公里长的专用输电电缆，透过抽深层7度的冷海水，佮加海洋表层的温海水、电厂温排水进行一交换，转化做电能。早期汉家伫环境部进行环评初审，开发单位强调，用24点钟运用是可靠的基载电力来源。这是台湾首例，也是全球少有的100万瓦等级的温差发电专案，是不受天候、季节影响的基载绿能电力。强调无受天气影响，日时暗时好天好天，数据拢能发电。不过当地居民特别上报环境部，指出海洋温差电厂要设的地址是伫和平电厂绿带，这期原本的完全功能恐惊消失。粉尘对于部落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但是这个缓冲区域拿掉，对部落来说的影响到底会是多少？对我们来说，其实这是我们一直很在意的事情。全面不满和平电厂带来污染已经无法度承受，过去一电厂当地感觉已经承受咧。隔壁宜兰县县府对过去小土团和平电厂带来负面影响做个调查，包含家庭类减少、空污影响健康等等，企业也受冲击。因为要起新的电厂，都要更加审慎评估。近15年来讲，本县定置渔网渔业相关的产量、产值等皆呈下降的趋势，是应该审慎跟当地居民做一个沟通。要环评委员烦恼，设新电厂在绿带恐惊影响涨水鸟的生态。因为它就应该是它的活动区域，一定是在这个绿带里面。那你们到底要怎么去处理食蟹獴的议题？在会议，环评委员也拢提出问题，甲这个进行汉家要在审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院文化奖是用来表扬有重要贡献的艺文人士。昨是颁奖典礼，今年得奖的是有3个人，包括着这农民文学作家吴声，也有歌戏国宝杨丽花，另外阁有一个是客家建筑师鲍明光。行政院长戴永泰是感谢因的付出，来启发大众对土地甲文化的了解。阮全心全意的爱你。亲像爱家己的母亲。全心全意爱你这首歌，作词者就是农民文学作家吴声。伊的文学关怀农民土地，嘛用笔对社会议题提出批判。对伊来讲，无土地就无文学。伊正像我好生态，嘛关心社会运动。今年吴声受到行政院文化奖的肯定。伫颁奖之天，伊上挂心的要是守护台湾。爱乡爱土的精神，一直拢伫需要的时阵，伫关键的时刻，一定拢会爆发出来。咱互咱台湾，做咱台湾的母亲，会当过来更较好。另外一位行政院文化奖得奖者，就是台湾歌戏的传奇国宝杨丽花。1970至80年代，食饭配电视歌戏是台湾人的共同记忆。杨丽花和歌戏对庙埕内台行入台湾人客厅的电视，嘛影响20世纪歌戏的影视美学。伊嘛导致教育传承结合创作，继续把歌戏杀到国际舞台。杨丽花表示，伊上大的愿望就是继续推出电视歌戏。足感恩的，我个人最大的希望，歌戏会用搁在电视。我再来继续保存。各有一位得奖者是传统客家建筑师傅鲍明光，一家子以来重心古迹的维修甲文字保存。鲍明光表示，率来要成立传统唱师工会，培养少年辈，和传统建筑的工艺技术传承落去。只有改善工程环境，才能够让传统建筑技术传承下去。接下来的日子，只要我的身体健康，我还是会带着徒弟们一起来工作。今年3位得奖者伫文学、文化甲艺术拢有真重要的贡献。行政院长邓英台嘛感谢因用一生的时间来启发大众对土地和文化的了解。记者刘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法国的高级卡棒爱马仕的铂金包，这第一卡呢是伫1984年所生产。这个卡棒昨伫法国的巴黎是以700万欧元，差不多台票2亿4000多万的价钱，甲拍卖出去啊！讲对啊，讲落去确定成交，现场大家拍破啊！法国精品爱马仕的铂金包，第一款圆形包，伫法国巴黎苏富比拍卖场以700万欧元，换算台票2亿4000万的价钱拍卖出去，拍破原本51万多欧元，台币1500万的纪录，将在史上上悬价。This bag is like my son, so you know when your son goes to the university, you say congrats, you will be the best. So now I can tell you, you will be the best. It will be perfect for your second life. 这个黑色配料的铂金包，起标价钱是100万欧元，不过画价画正紧，随画到上悬价。铂金包是爱马仕伫咧1984年所设的包型，以长期住伫咧法国的英国歌手珍铂金获名，是珍铂金亲自用过第一个圆形的铂金包，所以才会这么珍贵。伊伫1994年把这个铂金包捐予法国艾滋病慈善机构，2000年予巴黎收藏家凯撒琳买去。珍铂金伫咧2023年过身。I thought it would be $1 million, and the fact that it went for $8 USD is shocking. I'm still in shock. I think it's the craftsmanship. I think it's the design. I think it's an icon of our time. It's definitely. It tells the story of the Birkin and it tells how the Birkin was born. 拍卖才10分钟就结束，总共有9个人出价。上表是一位日本的收藏家买到，总成交价钱包括买方的佣金及米上，总共是860万欧元。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8度到30度，中部地区28度到31度，
南部地区是28度到32度，东部地区28度到30度，江南外岛地区27度到30度。要到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